大家好，我係紫微斗數師預言。大家最近點呢？預言呢，今次就想同大家咧分享一個咧得意嘅西方招財方法噃。嗱，呢一種招財法咧，其實係結合咗咧同理魔法啊。簡單嚟講咧，就係吸引力法則啦，同埋咧呢一個嘅西方嘅民間魔法噃。同中國傳統術數上邊咧製作嘅安引水嘅化煞同埋招財嘅功效咧，其實都有啲相似嘅噃。需要嘅工具咧，其實好簡單嘅啫，只需要咧少少鹽啦，一個咧呢一個嘅闊口嘅透明或者深黑色嘅容器，例如杯或者碗。嗱，呢一個嘅杯或者碗咧，佢嘅材質啊，除咗咧呢一個嘅塑膠同埋紙之外咧，其他都可以嘅。嗱，最重要咧就係攞個喺當地面額最大嘅硬幣，例如喺香港最大面額嘅硬幣咧就係呢一個嘅10蚊啦。再嚟咧就係做法啦噃。首先咧就將少少鹽咧就灑咗喺裝咗水嘅杯或者碗入邊啦，然後咧再將硬幣放入水裏邊噃。嗱，最重要嘅嚟啦，就係要用一隻手指咧呢一個嘅順時針喺水裏邊咧畫3個圈啊，一邊畫咧就一邊默念喎。如水流動，財富湧來；如水澄清，阻礙消散。講完之後咧，你就靜坐喺嗰個碗前邊，大概3至5分鐘，就望住咧呢一個嘅水底嘅硬幣噃，想象住咧佢係一粒咧會發光嘅金錢種子啊！完成之後咧，就將硬幣、水杯或者碗咧就放上3日。3日之後咧，就將呢一個嘅硬幣攞出嚟，放喺呢一個嘅銀包，當作咧提升財運嘅吉祥物。嗱，你將水咧就係愛嚟淋啲植物啦，又或者係咧倒落去咧種咗植物嘅泥地上邊，就係咁簡單噶啦。曾經試過呢個方法嘅人咧，表示咧跟住落嚟嗰幾個禮拜啦，或者咧甚至乎咧短嘅係幾日啦，就會有啲咧係直接得到少少錢啦，有啲咧就會得到咧賺錢嘅機會喎。不過咧，大家喺進行儀式嘅時候咧，如果抱住懷疑嘅態度啊，信念唔夠咧，又或者係做完儀式之後咩都唔做咧，等個天跌啲錢落嚟咧，係唔會成功噶噃。大家不妨試下啦。預言咧都祝福大家進個小財啊！嗱，預言咧會同大家咧分享更加多可以幫你咧改善命運嘅方法，同埋咧得意嘅命理喎。歡迎訂閱、分享、讚好預言說命運啦！下次再傾啦，拜拜。